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HeyChill 嘅 channel， 我係阿 C， 好耐冇見啦咁多位。話說咧，前幾日就睇完呢套 Oscar 電影 The Brutalist 之後咧，就覺得唔錯，都幾有 feel， 於是咧就觸發咗我想出片嘅衝動啦。今日咧就想同大家深入去賞識下呢部電影。咁啊，等我簡單介紹下部電影先啦。呢部戲係由導演 Brave D. Corbet 所執導嘅。故事係講述匈牙利裔嘅猶太建築師 Laszlo 喺納粹大屠殺嘅時候逃離到美國，主要係交代佢喺美國遭受歧視、懷才不遇等等嘅經歷，從而帶出新移民嘅身份認同、資本主義同文化衝擊等等嘅反思。首先，呢部戲係片長3個鐘頭34分鐘，我覺得係啱啱好嘅，唔長唔短，每一場呢都好重要，能夠逐步去推進故事嘅走向，亦都能夠清楚帶出 Laszlo 嘅心理變化。首先要讚嘅呢，就係我對呢部電影嘅 opening scenes 係好深刻嘅。開場嘅時候會見到 Laszlo 喺一架去緊美國嘅船上面，佢喺擠擁嘅船艙入邊穿插，音樂呢就係叮叮同埋長單音嘅旋律，就好似時針嘅跳動，亦都可以比喻為係船嘅響鈴聲。呢段音樂配合到畫面，令到開場好有張力同埋推進性。旁白呢就係 Laszlo 嘅妻子 Elisabeth， 應該係咁讀嘅，佢寫嘅嗰封信嘅獨白。信嘅內容主要係清楚交代咗古仔嘅背景，佢亦都引用咗一位哲學家講嘅一句說話 ：None are more hopelessly enslaved than those who falsely believe they are free。意思咧就係講緊自以為自由嘅人，其實係最絕望嘅奴役。你以為去咗一個自由嘅國土，其實只係去咗第二個集中營，帶出經常要保持對自由清醒嘅追崇，亦都係佢用嚟勸勉 Laszlo 保持對自由嘅熱情同埋思考。然後呢 Laszlo 一出船艙，畫面就係倒轉咗嘅自由神像。呢個時候音樂推到去高潮，好似美國夢就喺眼前。但係呢個倒轉咗嘅自由神像，配合佢老婆同佢講嘅勸告，就係象徵住呢個所謂自由嘅領土，並唔係 Laszlo 所期望咁美好嘅，為呢部電影嘅故仔留下咗伏線，帶出咗 Laszlo 之後嘅追夢過程將會好艱難，甚至可能希望係會落空。除咗呢個自由神像嘅開場鏡頭有象徵意義之外， Laszlo 嘅表兄弟 Attila 呢個角色設定亦都係追尋美國夢嘅象徵意義。佢為咗融入美國生活，為自己嘅家私店改咗一個美式嘅名，而佢嘅妻子 Audrey 係美國標準嘅美女，係一位金頭髮、樣子精緻嘅白人，係象徵住美國夢嘅角色設定。但係呢個美好嘅外表卻容不下包容之心，仲講大話誣衊 Laszlo 對佢無手無腳，去逼佢老公趕走佢。呢個係電影第一次揭開美國夢嘅虛偽。另外 Attila 嘅角色設定同 Laszlo 都成為咗強烈嘅對比。Attila 好明顯好盡力咁樣讓自己融入美國生活，而每次向人介紹 Laszlo 嘅時候，佢係會多次刻意強調 Laszlo 係合資格嘅建築師。但係當客人問到 Laszlo 係邊度嚟嘅建築師嘅時候， Attila 就會好沉默，等 Laszlo 自己講翻自己係由布達佩斯嚟嘅。好明顯呢，就係佢唔會為自己嘅出處而覺得驕傲，甚至係會對 Laszlo 嘅身份同埋背景有羞恥之心。反而 Laszlo 呢，就冇為自己嘅身份覺得卑微。佢喺電影嘅開端直至到最後都有一份倔強，對自己嘅專業同埋美學堅持有一份執着同埋驕傲。喺度呢，順帶一提， Laszlo 同 Attila 決裂嗰場戲嘅燈光設計係好有故事性嘅。間房嘅燈光係好昏暗， Laszlo 呢就係正常嘅面光，可以睇到佢嘅表情，而 Attila 喺射燈之下只係打亮咗佢嘅頭部 outline， 但係黑到見唔到佢嘅表情嘅。觀眾可以專心透過聽佢把聲聽得出佢嘅無情，而呢個見唔到樣嘅燈光就可以帶出佢已經變得好陌生啦。等觀眾可以將專注點放返喺 Laszlo 面對呢件事嘅情緒起伏上面，簡單嘅燈光設計就可以引領到觀眾跟從主角嘅心路歷程睇落去。好啦，啱啱講到角色設定，可以講下 Laszlo 呢個角色。Laszlo 呢個角色真係寫得好深入同埋具體。除咗剛才所講，佢喺成部電影入邊對美學嘅追求係冇改變過，佢冇因為面對大眾嘅批評而感到畏縮，由頭到尾都堅持自己對美學嘅一套標準，俾唔同人質疑，甚至被 Harrison 性侵之後，佢都堅持要完成份作品，係因為佢對美國夢同埋對自己嘅專業有一份倔強。佢無論如何都好想完成呢座建築物，呢個亦都係佢內心革命性嘅諗法，想將粗獷派帶到去美國主流藝術。亦都相信佢係唔想無功而回，因為佢係一個有骨氣嘅人。無論係佢喺礦石場同同事講話自己唔想俾同鄉見到佢而家個樣，定係死守堅持自己嘅設計，唔俾其他建築師改佢嘅設計，
甚至俾 Harrison 當眾奚落，向佢遞錢幣嘅時候，雖然佢馬上黑面，但係最後都吞聲忍氣執翻個錢幣，冇同 Harrison 反面，係因為佢由頭到尾都好想完成呢一座作品。另外佢都係個好重情嘅人，佢對小朋友好有憐憫之心啦，亦都會喺金錢上資助佢嘅朋友。每次講到佢嘅建築物嘅時候，佢都忍唔住喊咗出嚟，係因為佢動之以情，因為佢建立過嘅建築物冇被戰爭摧毀而感動。佢亦都會因為妻子同埋諗起家鄉嘅戰爭令佢流淚，可以睇到佢內心善良同埋重情義嘅一面。我特別深刻呢，就係有一場戲，當 Harrison 問 Laszlo Why architecture 點解要做建築師嘅時候，佢就答佢認為建築物嘅意義就係淺白直接，佢好希望佢嘅建築物可以為後世帶嚟意義，而佢嘅作品能夠喺戰爭入邊不被摧毀。呢樣嘢令到佢回想起做建築嘅初衷。佢呢番說話聽落去好似好模棱兩可，但其實係好隱晦咁樣帶出佢呢個人嘅心思細密，同埋建築點樣可以聯繫到佢感性嘅一面。我好中意呢番說話，尤其呢場戲其實主要係不斷聽到 Harrison 講述自己嘅背景同埋故事，去到呢個位先俾 Laszlo 去表達自己。而佢其實都好愛佢嘅妻子，雖然佢冇經常將愛講喺嘴邊，但係佢對行動不便嘅老婆嘅照顧，佢哋兩公婆鬧交之後嘅溝通，都可以睇到佢哋兩個係深愛住對方。特別呢，就係當 Laszlo 到埗美國之後召妓，佢淨係叫妓女幫自己手淫，最後呢，佢都冇同個妓女搞嘢，仲令到妓女呢喺門前問佢係咪中意男人。我覺得呢個舉動呢，係因為佢知道底線喺邊度，就算有生理需要解決咗就算啦，唔想進一步去做傷害妻子嘅嘢。我中意導演用呢啲小事情去刻畫 Laszlo 嘅形象，而 Adrian Brody 嘅演技亦都能夠完全承托呢個角色。至於飾演佢老婆嘅 Felicity Jones 亦都演得十分出色。電影入邊，當佢寄居於 Harrison 屋企嘅時候，其實已經慢慢觀察到佢丈夫嘅行為有啲奇怪。佢對 Harrison 嘅一啲話中有話，都會表現出不自然嘅微笑，係嗰種想表示禮貌嘅微笑，但同時都知道 Harrison 對佢丈夫並唔係100%善良嘅。佢嘅微細面部表情都表現得十分之出色，將呢個好稱職嘅妻子演得入型入格。唯一有個疑問就係點解佢會知道佢丈夫被 Harrison 侵犯過呢？可能呢就係 Laszlo 同佢講過，亦都可能係佢自己估到，因為佢曾經同 Laszlo 講過佢係好了解佢嘅，所以佢老公嘅一舉一動都唔能夠逃過自己嘅法眼同埋直覺。所以當佢喺戲院醒嘅時候，佢就同 Laszlo 講：你喺美國受嘅苦都係 physical 生理上嘅。我覺得佢呢句說話就係暗示佢已經知道佢丈夫被侵犯過啦。至於點解佢會知呢？我就覺得唔使另外加長去交代啦，會太冗長，而且係唔需要嘅。另外呢，我都好中意電影嘅節奏，導演多次用咗長鏡頭去拍成場戲，同埋合適嘅分鏡去交代角色嘅表情變化，亦都有好多碎剪嘅場口去表現建築物嘅唔同面向，能夠運用唔同嘅鏡頭同埋剪接去剪出整整3個半鐘嘅故仔，實在係太出色啦。電影入邊呢，最令我深刻嘅長鏡頭就係 Harrison 侵犯 Laszlo 嘅場口，簡單利落，冇 close up 或者其他分鏡去表現 Laszlo 嘅表情，淨係見到佢背向鏡頭，好乏力咁樣用手掙扎。呢個動作已經完全表現出佢嘅無力感，而長鏡頭可以令到觀眾專注睇佢嘅肢體動作，從而睇得出佢嘅絕望，根本係唔需要用任何表情去交代。呢個就係電影藝術嘅美麗。最後啦，就係同大家講下討論性極高嘅結局，唔知大家覺得個結局點呢？好多人咧都覺得結局模棱兩可，風格突然之間抽離。對於我嚟講，首先我認為 Harrison 被揭發佢性侵 Laszlo 嘅嗰個晚上已經自殺死咗啦。電影係冇交代佢最後去咗邊，但係佢作為一個咁着重明星嘅人，會因為被雜誌追捧而揾 Laszlo 為自己興建社區中心，因為建築過程出現意外，擔心自己名聲受損而大發雷霆，都可以睇得出佢係一個活在資本主義下嘅典型人物。本身嗰晚嘅飯席上面係有客人，佢被揭發之後應該覺得名聲受損，自尋短見啦。之後結果入邊1980年嘅展覽，我覺得係唔存在嘅，我覺得只係一場幻想。因為 Laszlo 同佢妻子已經喺醫院嘅時候同意一齊返自己嘅家鄉，當時佢哋兩個喊晒口。Laszlo 最後仲話佢會跟從佢嘅妻子直到佢死嗰刻，即係話已經表明咗美國夢嘅落空，所以佢哋兩個應該係揭發咗 Harrison 性侵之後就離開咗美國啦。咁佢哋個侄女 Sophia 呢 Sophia 咧就更加唔似會想返美國。喺早前嘅劇情，佢已經講到明佢決意同佢丈夫返去自己嘅國家，話返家鄉係佢哋嘅義務，
因為佢哋係猶太人。而佢喺電影入邊本來就唔多講嘢，呢一場係佢唯一表達自己嘅意向，即係話佢對離開嘅念頭好強硬。而且劇情上亦都有隱晦交代佢俾 Harrison 個仔 Harry 侵犯過。我並唔覺得喺呢啲情況下佢會想重新踏足美國嘅領土，所以根本上 Laszlo 就係冇完成呢一座建築物就離開咗美國。佢嘅艱辛經歷只係一場夢，冇建立到任何嘅理想，亦都冇美國人真正欣賞過佢粗獷派嘅建築風格。所以點解最後呢場戲係咁虛無？點解好似怪怪地？突然之間電影嘅氣氛變得正面同埋有宣傳性，就係因為呢場戲根本就係唔存在嘅，唔係電影主軸發生過嘅事。而最後 Sophia 對鏡頭講咗一句說話，佢話 Laszlo 會咁樣教佢，就係事情嘅過程係唔重要嘅，重要嘅係事情嘅結果。然後咧就剪翻 Sophia 喺電影入邊第一個鏡頭，佢喺逃難嘅時候被問話嘅情節。呢個剪接好明顯係回應緊呢句說話，將過去嘅 Sophia 同所謂而家嘅佢剪合。佢喺美國受過嘅冤屈到底有冇價值呢？亦都係同時反問觀眾同一個問題，究竟 Laszlo 喺美國所受嘅冤屈、艱辛嘅日子、起同跌，到底最後有冇價值呢？呢句說話其實好諷刺，亦都同時回應咗本來 Laszlo 係為咗自由而嚟到美國領土，咁究竟到最後佢冇得到真正嘅自由呢？呢個就係導演想留俾觀眾自己反思嘅說話，而呢個呢，就係我睇呢場戲嘅感受啦。可能呢會同大家分別好大，因為好似到而家目前為止呢，我都冇聽過評論係話呢個結局係假象嚟嘅。但我同 Dino 睇嘅時候呢，就覺得係咁啦。另外呢，都可以講下第二個版本，有人話呢場展覽係真實存在嘅，但一直呢，只係 Sophia 喺台上面表揚 Laszlo 嘅作品， Laszlo 喺台下面呢，只係輕輕咁點頭同埋微笑，係完全冇表達過自己嘅想法。咁究竟佢有冇機會同大家表達自己嘅作品呢？究竟有冇人真正想聽下佢點樣睇自己嘅作品呢？呢個諗法雖然好似比我啱啱個解讀樂觀一啲，但其實都唔係一個值得開心嘅結局，亦都唔會係 Laszlo 呢個角色經歷咗所有批評之後所期待嘅結局，因為根本係冇途徑俾佢發洩自己嘅冤屈，甚至唔能夠喺自己嘅展覽上面表達佢對作品嘅想法同埋深層意義，都係一個幾黯然神傷嘅結局嚟嘅。唔知大家對呢部戲結局有咩諗法呢？歡迎咧喺片下面話俾我知。整體嚟講呢，我覺得呢部戲係唔錯嘅。有網上評論呢，就話電影分嘅上下半部分令到古仔嘅氣氛有斷層感，上半部分嘅古仔比較順暢，下半部分嘅劇情急轉直下，有少少突兀。我就唔太有呢種感覺，覺得純粹係上下兩部分分別交代咗 Laszlo 嘅生活漸有起色同埋逐步下沉。Harrison 喺上半部分對 Laszlo 表現出欣賞同埋崇拜，對應下半部分佢突然向 Laszlo 掉錢嗰下，我睇嘅時候的確係覺得有啲奇怪嘅。但其實已經係相隔幾年嘅時間，佢哋兩個嘅關係喺下半部分有改變係正常嘅。而且就好似上面所提到， Harrison 係深受資本主義影響嘅角色，佢想駕馭喺 Laszlo 之上，喺佢啱啱到埗嘅妻子面前奚落佢，其實都係一個下馬威嘅行為，同佢本身嘅角色層次係相符嘅。好啦，今日影評呢就嚟到呢度啦，歡迎大家喺片下面分享一下你對呢部戲嘅感覺，希望我哋好快會再見，拜拜。